我叫楊幼賢，屋企係做生意嘅。我自幼品學兼優，我大學係牙醫學系第1名畢業嘅。畢咗業之後，同朋友夾份開咗間診所，加埋我眉清目秀、俊朗不凡。呢位係我未婚妻，知名攝影師，人靚身材正，我就係你哋眼中嘅人生贏家啦。我優越嘅條件，仲會引來一啲瘋狂嘅傾慕者，例如話呢個大眼妹，我只不過喺萬聖節 cos 咗吸血新世紀，佢即刻俾我非凡嘅魅力吸引住，開始主動撩我。我知你班毒撚好羨慕我，但唔使羨慕，因為遇到呢個大眼妹之後，我嘅人生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個大眼妹主動埋我身，對我投懷送抱，但俾我一本正經拒絕咗。咪傻啦，靚妹，你睇下我未婚妻索到啊，我都忍唔住，日日幫佢索啦。佢仲要識影相，而且部電腦從來都唔拎出去俾人整。試問有啲咁正嘅未婚妻，我有乜理由會放棄佢呢？一個禮拜後，我收到一份匿名嘅信件，而當我打開信件之後，我見到一紮相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我以為我未婚妻電腦從來唔拎出去整，係保護我哋嘅私隱，原來係保護佢自己嘅私隱。佢哋居然喺架車入邊，仲要係我架新車度，難怪佢嗰陣時問我借新車，話自己係老司機，揸車好穩。原來老司機唔係字面意思啊！你中意喺架車度玩，早啲講啦，我都想試噶。最重要係我咁撚靚仔，條件咁撚優越，點撚解會戴綠帽？點撚解？錄音裏熄咗個 BGM 先，我決定揾佢出嚟傾訴。當我將呢啲相拎咗俾佢睇之後，佢好嬲，鬧咗我一鑊，仲升咗我一巴。咁我可以點啊？當然係選擇原諒他啦。但依家呢個過程，我好傷心、好痛苦、好糾結。喺呢個時候，大眼妹出現啊！係啊，天涯何處無芳草呢？草點解係綠色噶？錄音裏鎮定鎮定，我仲有大眼妹噶嘛？你睇大眼妹買宵夜俾我食啊！大眼妹佢件衫點解都係綠色噶？錄音裏鎮定鎮定，大眼妹中意我啊嘛！即使我嘅未婚妻點對唔住我都好，至少我仲有呢一個小鳥依人、無微不至嘅大眼妹，命運仲係眷顧我噶。於是我開始同大眼妹約會，我承認。我的確係鳩痕，但係個大眼妹仔細望下幾正啊！佢仲帶我去佢工作室，佢仲係一個填詞人。呢個時候出現咗一條仔，唔知點解我腦中熟悉嘅 BGM 再次出現啊 ！Stop job 到乜嘅？大家望下我，一表人才，舉止大方。喂，你望下佢，筷子基 MK 仔標準造型，佢個名仲叫 K 啊！拳王99嘅男主角，名副其實嘅 MK 仔啊！佢有乜能力同我爭女啊？你睇下佢見到我已經自殘形骸離開咗啦！等等，點解個大眼妹會有咁嘅眼神？然後個大眼妹見到佢離開都跟埋離開？冇可能，冇可能，絕對冇可能嗱！根據我呢段時間對 MTR 文學嘅深入研究，我承認我咁樣嘅形象同埋條件的確係 MTR 苦主嘅標準特徵，但係呢，一般第三者都係皮膚黑嘅黃毛，喺我心目中應該係雷影咁嘅形象。K 嗰個 MK 仔未夠班，大眼妹突然間嘅離開呢，一定係我誠意唔夠，所以我決定同我未婚妻徹底分手。估唔到我啱啱先提出分手，我未婚妻原來都係同樣嘅目的。我未婚妻喺臨走前仲祝我幸福，太好啦！和平掟煲冇手尾跟啊！我嘅誠意果然冇白費。當大眼妹得知我同前度掟煲之後，佢主動錫我啊，就係咁，我哋兩個順利喺埋一齊，我哋甜蜜地度過每一天。雖然有時會見到佢偷偷地望佢同 K 嘅合照，但為咗表示大方，我一啲都唔計較。我一個人當然係要俾佢無限嘅包容啦。而我呢段苦心經營嘅愛情，終於收穫咗成果啊！有一日，大眼妹嚟到我 office， 然後瘋狂咁打我茄輪，跟住仲同我求婚啊！你冇聽錯，係主動同我求婚啊！我連求婚戒指嘅錢都慳翻啊！Yes！
我都話咗啦，命運始終係眷顧我嘅。後邊我單獨約咗阿 K 見面，一方面表示大度，我唔介意佢同大眼妹同居咗10幾年；另一方面我都要話佢知，大眼妹係我噶啦。嗱，唔好怪我咁絕情啦，俾多次機會你同佢揀下婚紗啊，俾個單獨機會你哋啦。唉，過咗幾日，我去婚紗店拎件衫嗰陣時，我見到呢張相。鎮定，冇可能 ，K 只係幫我試衫啫，試下呢件衫同個新娘一齊夾唔夾啫？你睇下，將我個頭 P 埋上去，係咪好襯先？要大到我已經係人生贏家啦！就喺婚禮當天 ，K 將大眼妹帶領到我面前，我拖住大眼妹邁向我幸福嘅人生，我好緊張，主要係今晚終於要洞房啦！我忍咗幾個月，就等呢一日。為咗呢一日，我每晚都練咗100次提肛運動。當我翻到屋企，準備為今晚嘅戰場再練多100次嗰陣時，我發現大眼妹消失咗，佢留低咗一支錄音筆。有賢，對不起，真的對不起。哦，落柒。人世間的愛。然後我就喺度聽佢講，佢同 K 嘅愛情。由中學開始識，兩個人都冇父母，因此相依為命。因為 K 有 cancer，所以唔敢同佢一齊。就係咁，我一直聽住佢哋嘅愛情故事。我聽完最大嘅感受係，佢哋嘅愛情故事好撚柒長啊！我足足聽咗成個鐘啦，幾時先到我登場啊？到咗後邊，終於到我登場啊！一路聽大眼妹係點樣接近我，終於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。即係件事呢是咁的，嗰個 MK 仔因為自己有 cancer， 想阿大眼妹可以獲得幸福，就叫阿大眼妹揾個老襯嫁咗佢，然後個大眼妹就揾咗我呢個老襯。MK 仔得知呢，我未婚妻中意亂搞男女關係，於是叫人將啲相寄俾我，仲嗌我前妻同我訂煲。而大眼妹呢，一早就知 MK 仔有 cancer， 所以為咗配合 MK 仔，主動追我，仲同我求婚，就係為咗令 MK 仔可以放心。依家大眼妹突然間覺醒啦，喺我所有親朋戚友、政界商界嘅名流見證我哋嘅愛情婚禮之後，仲要係準備洞房嘅前一刻，佢先突然間覺醒。意識到自己最愛嘅仲係 MK 仔，所以佢離開咗我。呢個就係成件事嘅全貌啦。What the fuck？What the fuck？ 我真係屌你老味！我撲你阿媽，殺你媽！老子日你媽仙人板板！所以呢一切都係主人嘅任務啊！我係你哋呢對狗男女 play 嘅一環啊！我真係屌你冚家啊！哦，sorry， 唔記得咗，你哋係冇家人，仲撚慘，我連屌都冇得屌啊 ！OK。依家 BGM 可以放啦，原來小丑竟是我自己，唔得，我要去揾大眼妹講清楚。而當我去揾大眼妹嗰陣時，我發現佢已經同 MK 仔殉情啦。佢寧願跟住 MK 仔一齊死，都唔想同我一齊。當你以為我已經夠慘啦，我同你講未諗完啊！我嘅前度居然幫 MK 仔搞咗個人展，亦即係話，自從我同佢嘈交之後，佢一路冇聯繫我。原來中途一路都同 MK 仔影相玩曖昧，仲要以佢為主題搞咗個人展，仲要邀請我過嚟參觀。呢個完全喺我傷口度撒鹽。你以為咁就完捻咗啦咩？仲未捻完啊 ！MK 仔為佢同大眼妹嘅愛情寫咗首歌，叫《有一種悲傷》，俾著名歌手阿 Lin 睇中咗，然後阿 Lin 將呢首歌唱紅咗。依家大街小巷都喺度放緊佢哋嘅愛情，全世界都喺我嘅傷口度撒鹽啊！當我以為我已經鏟到貼地啦，結果仲未捻完啊！唔知邊條冚家鏟將呢個古仔改編成電影，然後一班觀眾喺戲院度為佢哋嘅愛情喊捻到撲街，冇一個係同情我嘅。所以我逢年過節一定要去呢對狗男女嘅墳前，將佢哋屌一鑊，因為比悲傷咁悲傷嘅係我啊！屌你老母，邊個救我鏟啊？OK。
因為前一條片分享咗我中意嘅愛情喜劇之鑊，所以呢條片呢就分享我最討厭嘅嗰一類愛情戲。咁呢個純粹係娛樂啦，如果感覺到冒犯嘅話呢，講聲唔好意思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請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， 將呢條影片分享出去，撳隔籬個鐘仔可以第一時間見到我更新嘅影片。你嘅支持係我出片嘅動力。咁呢條片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